香港人裝鋼閘就信專業同信譽，我係全師傅，喺香港做鋼閘多年，靠嘅就係口碑同信譽，我唔會玩花巧，只係專注做好自己嘅本分，用專業嘅技術、紮實嘅手工，為每一位客戶打造高品質嘅鋼閘。好多客戶裝完之後，都會介紹親朋好友過來，就係認同我嘅手工同負責任嘅態度。我始終相信，只有用心做好品質，先至可以贏得客戶嘅信任。專業可靠，口碑說話，裝鋼閘揾全師傅，安心又放心。